今仔日就是嘛是听高露天的，高露天伊的迄叫啥？哎呀，又想袂记。聊天顶，嘿，嘛是伫听，嘛是有做一寡代志，都袂像做哩迄工，就是可能伤紧张啊，所以讲胃恰酸，今仔就较好啊。即两工有做一寡代志，心有较安一个，所以就袂讲无做啥物代志，但是嘛真惊吓，所以就恰酸。就是讲，若身体恰酸，应该就是家己的问题，家己生理的问题。安尼今仔搁伫雨晴遐嘛听着台语练习，嘛真侪人活过来，活过来发觉着真侪台语真好的人，就伫遐开始讲即个台语要安怎讲，迄个台语，迄个台语要安怎讲，我即马就袂讲去比较，讲啥物人讲好，啥物人无好。以早会安尼想，就是一直伫比较，想要做一个做优秀的人。即马就袂啊，即马就开始知影讲，我有进步别人若讲台语虽然无好，但是有一两句仔，就是一两句仔嘛真正统的台语，我就会拿学咧。是豆伫求进步，安尼。嘛是讲，这段时间就开始接受着，接受一寡台语的，听台语，搁有讲练习讲台语，用台语来表达，互家己台语愈来愈熟，就是安尼。就逐工想着家己有进步，当然迄面册嘛是有一寡，像以早我会特别去看，就是啥物几岁40通会是毋是爱？若转行是要做啥物头路？爱有啥物？爱注意啥物代志？以早我拢会特别去注意，就想讲，对，我可能嘛爱注意，就是对未来就是真无安，真无安心，真不安，真不安安尼。即马就是相信赛斯讲的，就是讲，其实若是讲我心真安，心真安，逐工就是感觉讲真平静，搁真欢喜，我想讲，其实这种欢喜是安怎来的？我即马知影。以早想讲爱欢喜，当然就是爱看薪水有变悬，公司部门有未来，家己有这以后就是迄路会真好。还是讲买一间厝，有厝骹有伫投资，我就是安尼才会开始欢喜。这嘛是大部分的人的想法。即马就知影讲安尼想是错误的。错误的原因是讲，我看阮 Clubhouse 有一个高雄业务，伊嘛真正诚够趁钱，一个月有9万外箍，9万外箍，趁9万通啊，但是伊就是半暝仔若起床，就无法度搁困啊，就是困眠较无好。伊可能今仔早起6点起来，
有良钱啊，起来就开始看，看迄一笔钱有入去口座无，就知影讲伊逐工其实是烦恼钱诶代志。虽然讲伊可能是无欠钱，虽然无欠，但是对钱就是会讲，拢爱家管理诚好势，就是有入来无入来啊。所以伊嘛定定会去想钱诶代志。变讲大多数诶人就是，心内拢是钱诶代志，毋管伊即马是有好业善食，还是伫欠钱，还是讲当伫投资嘛真有钱，有缘会烦恼，所以这烦恼，甲有钱无钱是无共款诶代志。无就是伊有缘会想讲，真不安，因为对因来讲，虽然讲即摆有钱，伊嘛会烦恼讲，我后一笔钱，还是讲阮这公司会甲我安怎？变讲，我后个月还是明年可能无法度趁遐济钱，所以有钱无钱诶人拢共款伫烦恼钱，就较毋是讲重钱，但是就会去算算迄钱得算盘呢。就亲像讲，咱经过别人诶厝，就会开始想讲，阮兜诶厝，真会细细囡仔，若讲这诚好诶厝是阮兜诶厝是偌好咧，无就是看着车，就会想讲我这台车就老车，就是讲一个人诶心无去改变，变讲伊永远就是会伫遐无快乐，就是感觉讲家己阁失去一寡物件，所以我即摆就是调整我诶心，我诶心就是讲，我若毋免甲别人形善，讲这个人收入足悬的安怎阁安怎这个人无受着疫情的影响安尼其实安尼比实在是安怎比拢比袂完。以前阁会比讲，这个人哪会朋友较济啊，同事拢对伊诚好乐，我阁会比这。这拢是无必要的一种心态，因为有这心态，就变讲，就像我写小说共款，看别人小说，永远会想讲，别人哪会遐好啊，比我搁较好。我的小说写甲搁较好嘛无效，就亲像即马有一寡人会趁的钱搁较济，有缘嘛是无效，因为伊嘛会看别人搁较好的厝，想讲家己搁欠厝。欠钱永远拢真欠。所以我即马就是有时阵听一寡赛事，就想讲对，这道理就是安尼，就是咱人其实就是有人的人生，就像看迄戏共款。戏有诶就是真简单，就是好人爱真好，拢委屈拢不爱做歹代志。讲安尼，歹人就是歹甲不得了，嘛有人看即种戏较会过瘾，较看有，因为诚白嘛，然后诚简单。但是咱的人生会当讲，咱即出戏毋免用迄叫做离婚的方法，毋是好人就是歹人，毋是。就是咱的立场，就是紧刷伫主角内底的立场，用无，我叫小波落着。用主角眼光去看，若讲什物主角哥啊，主角安怎兄弟，若甲对主角有意见，咱就会想讲，迄就是歹人。变讲咱的立场就是伤。徛甲伤窄啊，
变讲就会分别心诚重，吼，这就亲像阮阿母看的迄8点档共款，就是甲伊看这有好人有歹人安尼。但是嘛有人无甲伊看即种戏，伊看的戏较深，就是讲无好人嘛无歹人。每一个人拢有伊的立场，阁有伊在想法影响。伊讲即句话嘛无歹意，是是照迄个人的立场去讲即种话。想讲阁未来阿母、未来妈妈，可能就是较深的戏。无讲这人做恶道的，做想要安怎害人，所以讲这变成讲，咱的人生嘛会使安尼看戏，毋免讲像戏空共款。这歹查某啦，这歹人啦，这恶道啦。咱会使去看较深的戏，甲咱的人生的戏看搁较深一层啊。看用较深的角度去看。嘛毋免讲，就是讲像以早就有讲，这地区，伊毋是阮的地区，就爱请拼。有诶是这家族无共款，就爱请拼。隔壁庄就爱开始讲。隔壁庄就爱结冤仇，这是用地方来去分别嘛。但是咱人若讲愈来愈像佛，愈来愈像佛性若讲愈来愈济，就知影讲万物一体，毋若是人尔。动物啦，阁有啥物物件，其实拢甲人共款，拢是平等的，拢有伊的立场。就袂讲看动物讲，可能就惊伊攻击人，啊无就是树仔、树枝，可能会安怎会辐射你长去。影响着人还是车，就紧甲树仔拢撮好掉。虽然讲别人安尼撮，咱嘛无法度，但是咱会知影讲，迄是人的用人的即种立场来看代志。咱会当分互清楚。就亲像我看亲情莫计较，就看讲，这主角为虾物？这叫。这主角伊就是用伊的自我，自我就是讲民主啊，还是讲毋甘毋愿比较，迄种心情，去过伊的一生，就影响身躯边的人，影响伊的视线，的感情，拢甲查某囝的感情可能拢替破坏去啊。所以别人可能会看讲，是看的角度，甲我的角度可能就无共款，我就会想讲，对，这是真侪人的角度，就亲像讲房间嘛，真共款，Clubhouse 的房间，有的人就是会想讲，我的房间这人，毋是阮这组的，毋是家己人，迄个人无拍招呼这人安怎。就是自我足强的，这人无甲我尊重这人安怎？所以讲，我进前嘛是安尼我就想讲为虾物？迄个人遐受欢迎，逐家拢等伊起来，等伊起来，逐家就真舒适安尼，真顺遂。我嘛是会比较，这就是家己现立。迄种环境内底，迄种世界就是离不开迄种比较，离不开迄种想要做头人即种想法。像今仔日我拿第武勤的房间，我就感觉真好，我就是会使加听一寡台语，嘛袂讲这人呢台语讲啊无好。
就不爱听，迄个人安怎安怎，我就愈来愈袂安尼想，就讲即个环境诚好，逐家拢有即种需求嘛，就是会用科技的环境，然后平常时可能讲某啊、翁啊、厝内人、厝边啊，工课上拢无人讲台语，敢若有阿公阿嬷嘛，无定定转去，还是讲老时代可能过往啊，所以因就趁这网络有即种房间、即种平台。会使讲听即寡台语，会使搁讨论台语，即种是一种思乡的感觉，嘿，使人怀念的感觉，因为华语就定定听，但是台语可能就互人想着细汉的时阵，有时代甲咱保护。时代以早相处，还是讲时代以早甲人讲话话，就是安尼。所以讲，这就是诚好，我就是用即种角度去看。无论安怎我拢趁着啊。我今仔加学一句，就是一句嘛，嘛毋免想遐济，像进前我就会甲人相争吼。今仔日嘛有阿弟因母啊，嘛起来，伊有讲伊讲都毋免想讲台语的外来语，像啥物举考安怎要安怎翻，要安怎讲，拢毋免啊，你着讲华语就好啊，因为你着爱讲互人捌嘛，爱有互人听有。以早我可能我有家己的想法，想讲安尼毋是着敢若古早话当讲尔。即摆我着袂安尼想啊，我着想讲，趁伊安尼表达的时阵，加学伊的台语啊，会使加听，伊有讲话着会使家己的台语学起来。而且伊的想法无法度去改变我要安怎做。这就是一种自信。像进前啊，我就会想讲，阮翁无甲我支持，互我一直讲台语，无甲我支持，安尼就会甲我阻碍、阻挡。其实无啊，我若想要学、想要讲，这当然就在我。无自信的人，较会想讲，拢是别人啊，别人无安尼，就害我变成安尼啦。因若讲因对我较有关怀，较有鼓励，我即摆表现就搁较好。这就亲像我看一寡网友啊，拢是较济拢是忧郁症，无就是要家己伤害家己即种群组，伊内底定定想法拢是安尼，讲这爸爸妈妈若莫冤家，我着袂遐痛苦。若囡仔我生日，同学有甲我关怀，我着袂遐失望，袂遐想要哭。其实拢有一个问题，即个问题就是讲，其实你若家己认为家己诚好，别人无安尼想，迄嘛袂影响。所以讲就是我都毋免去找别人讲，爱别人甲我鼓励，别人爱甲我支持。其实毋免，我家己会使靠我家己。这就是赛斯讲的，讲我家己是有力量的。所以讲我都毋免甲别人争。有的人会一直争，可能就是自信较无够，伊需要别人的认同。以我来讲的话，别人若安尼想讲台语就是一个工具啊，爱听有就好啊，安怎嘛无袂影响我要安怎去接受台语的这个代志，袂替别人影响着。
这就是若讲我本人有即种决心，我就会久久长长。我若讲一个就讲我几年前啦，我本来伫学台语啦，我嘛去找老师啊，嘛摕买一寡册啊，就是某物人对啦，就是伊啦，伊迄时阵甲我甲我考试啦，甲我压啦，害我袂爽。拢是因啦，咱怪因啦，无我即马就安怎安怎。其实诚侪人拢会安尼讲，其实安尼讲的意思就是对家己无自信，家己无力量，变讲家己无法度鼓励家己，变讲爱别人看别人的态度，爱别人支持，安尼其实就是较悲哀。为何袂当讲力量伫收转来？别人安尼想我知影有人安尼想，嘛笑笑的。因为别人安尼想嘛，无可能就甲我改变嘛。像阿弟啊、亚特，伊就诚有自信。伊会表达讲伊的看法，但是别人的看法其实袂甲伊影响着，因为伊就诚知影家己想要做啥物代志，嘛一步一步真正伫做，有即种热情，又去做。我嘛共款啊，就是讲，若有即种心态，就是我着家己做家己的，无人袂讲甲你正的，就开始甲你监督，讲你哪会安尼，无人遐闲。所以讲，诚侪代志拢是家己的心，家己去找的借口，是家己无自信。讲别人无认同，就像我以早就会讲，我写小说，无继续写就是阮翁啦，伊无好好看，好好甲我鼓励。即种拢是无出头的想法。若无我就对，我会讲。我真正伫底卡写日记嘛，我嘛会想讲，我本来阁要继续写啦，就是某物人啊，迄个足咸的人啊，足咸的网友啦，就是伊啦，伊安尼一直找我麻烦，我就去某摆，所以我不爱写，我即马就无，我就写甲迄工我就无写，即种若学互别人听嘛，是真正就是一种complain 啦，但是即种 complain 就是讲，想依赖别人，就是我想要做啥，既然就是爱一个生份人，伊去决定呢，伊若互我期末一诚好，我就加写。囡仔若讲，无讲啥物好话，我就生气，不爱写，我就倒去，我就安怎，我就使性地。即种拢是我需要改的所在。就是为即马开始，就是讲，知影讲一个人爱开始做一寡代志，伊想要做的代志。也是讲，这个人就是我本人想要快乐，想要感觉诚感恩，这拢毋是靠别人，毋是讲我拄着一个做好礼的人，我就开始快乐。其实毋是安尼，因为这就是变成讲我家己的力量无够，所以我需要我靠别人，我靠我拄着的人，我靠我的命运的安排，所以讲。我若讲安尼想的话，我就较毋惊讲，因为有一寡人啊，伊就一开始就诚少啦，做一项代志，就付出足济，开足济时间，但是尾仔就是拄着啥物人啊，甲因呛啊，还是讲拄着啥物人可能甲伊有冲突，伊就开始讲我要。我要退出倒位，伊就是有一种心态，就是互别人
感觉诚可惜，讲啊，若毋是迄箍人入来啊，迄箍人安怎都世界拢找人麻烦，啊，就是迄个人，就是退出的人，伊需要大家甲伊伸冤，大家甲伊徛伫伊遐，安尼斗阵去骂迄个青仔粽，但是这都是较亲像较无像较不成熟的一种想法，就亲像婴仔人共款，就是两个人伫遐冤家，两个婴仔，伫遐冤啊，伫遐冤家，都需要大人来讲，这个人对，这个人毋对，但是大人其实若真正无即种囡仔性的话，伊就会想讲，我甲伊冤家是我甲伊之间的代志，我无需要讲别人讲徛伫倒位甲我安慰，其实实在是毋免，因为这就是家己的心理，内心的问题。虽然讲无一定会当解决，所以变讲咱不免嘛是无法度避免甲别人有起一寡冲突，因为人都毋是完美的嘛。但是呢，我都会使避免讲，我搁要去找人讲，是你，我学互你听，你讲是啥物人较对，啊是毋是迄人诚过分？安怎，就是足需要安慰的。其实讲毋免甲时间浪费伫遮，因为变成讲你着爱去找诚侪人徛伫你遮，你心内有一个无公平即种想法。但是即种心是永远拢无法度，即种心态就是永远你着爱去找别人徛伫遮，徛伫家己遮，家己上对，家己上有道理。若讲徛伫遮的人讲话较替你的对手讲两句仔话，你着会生气，讲即个人都毋是我朋友啊，朋友那应该是徛伫我遮。若是即种想法，第一个就是袂快乐，第二个就是浪费诚侪时间。咱定定会去，像我以前嘛定定安尼啊，我就会转去厝，就开始讲迄过往迄个阿伯，阮同事，我就一直想讲厝内的人啊，一直学一直学，讲这人安怎，希望讲厝内的人拢徛伫我这边，是毋是浪费诚侪时间？其实即摆徛伫我这边，但是我嘛有搁气啊，我的气是袂消失的嘛，因为我心内就一直咧比较，想讲我做甲比迄个人较好，为何迄个人就是变怎讲，嘛是无看到我的优点啊，对我嘛无讲都认同我是对的嘛是讲伊徛伊的立场，我徛我的立场，所以讲即种关系之间就永远拢有风波，有风波，有新的风波起来，你搁爱去找人，搁爱学一摆，时间其实咱的人生就变讲，你会你伫这个所在，就甲你的能量，你的你的一寡气啊，你的一寡力量，拢囥伫遮，都有变成，变成讲，其实这都毋是咱想要做的一件代志，你着一直软伫迄个坑内底，一直软，但是其实就是伫做做的所在，一直想，永远嘛想袂出一个家己的满意的迄种心情，所以讲，我嘛是会安尼，其实这就是自我，就是会
互使人变成安尼诶人。所以讲，我即马就是知影即件代志以后，我就会撇免，就讲，嘛莫一直想讲，别人甲我徛，还是讲，想讲咱别人无甲我尊重啊，别人无看到我诶优点啊，这拢是，这拢是毋免去想诶代志。就是家己知影讲家己是上好诶支持者，并毋是别人，因为别人伊有伊诶立场，而且伊可能无重视，无伊就是讲诶尔，就用喙讲诶，我安尼嘛爽诚久，拢无必要。咱甲咱诶精神伤济放伫别人诶反应，这就是咱人无快乐诶原因。所以讲，咱就做想要别人诶尊重，别人诶学乐，开足侪时间去处理别人诶反应，去期待别人诶反应安尼。所以我昨听赛斯伊讲诶，其实是讲啊，阁诚深，意思就是讲，咱着爱定定想，爱脱离讲啊，我是即个人，我是即地球即身份证顶头即个角色。我想要争取厝啊、车啊、名声啊，还是讲有家庭啊、家庭囝诶表现啊、查某囝诶表现啊，等等，其实这只是像咱耍游戏共款，只是一个角色尔。变讲咱人啊，若讲耍这手机仔游戏啊，有一个口座，咱落入去，等下耍耍先啊，阁有一个新的游戏。无就是讲两个游戏斗阵耍，耍这耍，阁去耍迄嘛有可能。那咱就一直对这游戏内底钱啊、排名啊足注重诶，无就是讲伊嘛是会当讲会使西装打扮嘛。有人会讲用买较贵诶物件，用，互家己讲有较洋诶一寡外表，这嘛有。这就亲像即马人讲爱fashion，爱摕迄名牌物件，是共款诶意思。就是变讲，咱袂记讲，咱只是一个耍游戏诶人，袂记啊咱就是咱家己，就是这游戏内底即个角色，其实这只是一个游戏诶口座尔，迄个钱嘛是即个游戏较用会着嘛。你哪有可能即个游戏诶口座内底诶钱，你会使去别游戏内底会当用，袂当啊。而且若讲这游戏若结束，算到上尾关，无是算会歹算啊。内底钱啊，阁有排名啊，内底你可能有一寡指啊，指啊的迄level诚悬，迄其实拢无效啊。迄只是要为着互你耍这游戏，感觉诚好耍。你会使伫这游戏内底去学一寡物件。所以赛斯想要甲咱教，就是你爱想起来讲。你是一个耍游戏的一个，搁较悬比咱即马身份证顶头的即个身份，搁较悬的神，即个神是要创啥？即个神就是来成长的，用这做人，即种即种方法来去学一寡物件，就亲像咱耍游戏嘛，嘛是共款的意思啊。所以你著莫讲
算游戏想袂啊，想袂啊，就是讲家己就是这游戏内底迄个人。逐工拢伫游戏内底趁钱，趁啊无眠无日，就是袂记讲爱去进步，爱去好耍，爱去快乐。应该若等这游戏搁较厉害，互人伫内底拢袂记讲现实的世界时阵，现实的即个人就一直耍游戏，其实就会变成安尼，就袂记啊，就一直伫内底趁钱。趁遐济钱，其实当然伫游戏内底你钱济，当然嘛买物件嘛较方便啊。你要去做啥嘛较紧啊。你要去倒位啊？迄地图啊，你若技术较悬，当然嘛较好用，较好用，这是真正的。但是这毋是唯一啊！有人讲游戏内底伊拄仔耍，无啥物钱，但是伊嘛伫游戏内底成长啊，都是共款的道理。变讲赛事是教咱讲，你爱豆豆知影讲，其实咱的迄叫能量去感受着，而且是为咱的心内的咱本身就有即种能量，去体验。就是意思就是讲，咱若游戏啊，耍甲拢袂记啊，袂记讲我搁有一个人是耍游戏的迄个人。伊当初是耍游戏是想要讲，快乐啊，想要进步啊，是要讲。袂无聊，着袂无聊是上重要的。但是耍你袂记啊，你连伫游戏内底，你无法度出来啊。就伫游戏内底你足惊，讲这魔王会甲我拍死。这后一关我会死伫内底。我若死啊，我这口做死啊，我人就永远就消失去啊，足惊。袂记讲。这是游戏的，我有一个真正的人类，即个人类，伊是耍游戏的人，袂记啊！我毋是等于即个游戏内底的角色，虽然我会当控制即个角色，但是即个角色毋是，无等于我即个人，我即个人可能有。3、4个游戏的角色，只是讲这游戏会伤过袂啊，袂甲我袂记哩。我就是讲，我就等于这个游戏这个角色尔，迄赛事就是可能想要互咱知影安尼，知影安尼有啥物好处咧？就是讲，因为伊想讲即摆人实在是想袂啊。想袂内底，若讲你愈来愈快乐，当然无问题。但是即摆人，就是因为这社会已经变调啊嘛，变讲单纯的快乐是真少。咱一生落来就开始知影讲，有人兜较有钱，有人兜较有权利，安怎变讲，大家拢无快乐啊，就亲像一个游戏，可能会耍到后来，变讲，大家会内底财产啊，会使互某物人啊，就迄群人，就做请赢的，都一群人就是拢无啥物钱，就逐工拢想讲我要安怎趁钱，伊袂记伊咧耍这游戏是毋是为着趁这个钱。是这过关的时阵，我感觉真好，真爽啊！有学着物件啊，都袂记啊。可能是安尼。若讲所有的游戏的人，伊的口做每一个拢袂记这代志，就有人会出现，就想要甲因划醒，讲。哎呀，你小清醒一下，这只是游戏，就亲像阮翁，就讲，这时间送的
送30分钟，就一直算哩算，讲伊阁有活动啊，过关会当创啥啊？我着讲伊就是为着要互你连伫游戏顶头啊，伊这开这钱嘛，毋免啥物成本啊，迄钱拢假的。但是有人就是会安尼，拢无爱困啊，就一直算哩算。上尾啊，当然就是会较空虚啦。因为一直算哩算，就无其他快乐的所在，就受这游戏的伊的规则，控制。变讲囡仔游戏囡仔有啥物活动，囡仔是安怎设计伊的游戏，伊的一寡规则，你著去互影响去，去互牵去，你著会袂记讲，我当初时即个游戏是我选的哦，而且即个角色啊，我是去选的哦，我选一个无遐侪钱的即种角色，为虾米呢？因为我可能著会去按算我要加入倒一群嘛，我知影讲有一个足有钱的群，但是有钱，算游戏就无好算啊，就钱若老爸，钱济甲若老爸，迄哪有啥物挑战啊？我嘛有人算游戏，为头开始算，为啥物拢无，开始拍拼，体验迄种快乐，迄种进步的快乐。咱拢袂记当初时算这游戏是咱选的，所以即摆咱伫地球就亲像个游戏迄算伤久，这游戏真足侪年啊，老的游戏，每一个人伫遐就开始无意思，感觉讲这钱就是这游戏内底遐有钱的人拢去大楼，搁共一个群，共一个家族，佫会使甲钱留互别人。安尼愈来拢拼袂过别人。若讲一个游戏变讲每一个人拢安尼想的话，就变讲这游戏就开始无好算啊。所以讲赛斯就是要甲人叫醒，讲你爱想，你当初是你是算这游戏的人啦，你毋是伫内底这游戏的角色啦，你莫安尼替别人牵去。所以讲，伊会希望讲咱会使有一个会感觉一种调，基本的调，意思就是讲，这是真无形的物件，就是去感受一寡无形的物件。无形的能量，伊的意思可能就是莫互咱讲一直以为讲这游戏内底人生就是全部，会使去感受讲我想起来，我即摆是伫算游戏啦，所以我即摆爱找着好算的理由，找着我伫游戏内底，我想要做一寡代志啊，我可能要过关，但是过关就是为着要好算。找出来当初是咱算游戏的原因。毋是讲算伤久啊，变讲这推啥物活动啊，我着去甲人拼。就是袂记家己当初是为虾米要来享受即个游戏，就是即种享受的感觉都无去啊，碰见啊，这是我的想法。